台積電當年攏是 Apple 公司晶片代工主要的廠商，不過即馬傳出講 Apple 已經甲 Intel 達成初步協議，會甲部分產品的晶片代工交予 Intel。有專家就分析講，可能是因為台積電的訂單實在傷濟，佮加上川普推動美國製造的政策，不過 Intel 的角色可能是較偏向戰略獨備的部分。全球 AI 晶片需求增加，晶圓代工頭角台積電穩坐市佔率第一名。也毋過，即馬所傳出台積電第二大客戶蘋果公司已經甲英特爾達成初步協議，未來會為蘋果部分產品代工晶片。目前完全挖靠台積電的局面，也可能行入歷史。市場布局敢是安尼改變引起關注。想要去在晶圓代工的部分找 second source， 其實這才是正常的狀況。不論是蘋果或者是 Intel 來說的話，其實落實川普政府美國製造，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的方向。市場風聲，兩間公司合作密集談判已經超過1年，最近幾個月才確定正式合約。專家分析，主要原因可能包括台積電產能實在太過緊張，加上美國總統川普美國製造策略幫助英特爾搶單，也毋過比較共等級先進製程。台積電在良率甲效能表現摕到市場冠軍，也毋過英特爾是搶先量產1.8奈米製程，對競爭力領先。主要是希望能夠借由這次的 Intel 的18A 的一個製程，還有美國政府的一個補助，那麼希望能夠爭取到這個蘋果的訂單，在部分或者是非核心的晶片訂單。專家認為，英特爾角色較偏向戰略獨備，並不是主力代工也提醒，蘋果公司產品的 CPU 採用較高，甲英特爾製程並無同款。另外，英特爾在先進製程的產能也無一定充足，是未來需要克服的兩大重點。記者綜合報道。